云乃才想袂开啦，为着秋霞的代志，要甲阿良算账。阿良伊是一个老毛啊，身躯边真侪兄弟。刁父虽然身体真勇，也毋过一个人是要拍赢较侪人啦。我应该想办法，互伊两个摆见面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阿良。 丽丽，到底是安怎？伊原本就是为官分队逃走出来的犯人。哈？你哪会知影？伊食袂犯药仔了后，家己良心发现，不得不觉就讲出来啊。伊甲叫我去找警察来抓伊。我以前捌看过伊食这种物件。伊做伤侪亏心事啊，定定暗时啊拢困袂去。 逐工半暝，拢梦着鬼来甲讨命，所以伊才要用袂犯药仔来麻醉伊家己啊。应该，恶有恶报。哼！阿良真是互警察掠走啊？我亲目睭看到的，免哪会骗你啦？阮这边小妹讲吼，这是秋霞阴魂不散，找伊报仇啦。 这是什么时代啊？还搁咧迷信鬼魂？真是嘞，阮这边小妹伊就是安尼讲的。安尼你阴暗咧困的时阵，就要较细腻的。你较早时常欺负秋霞，无得讲，伊会倒来找你算账哦。你黑白讲，我也无对秋霞安怎。有也是无，你家己心肝来知影。哎呦！ 我袂啦，刁父，我不准你出去。以后哈，我爱你逐工拢陪我。阿良的代志既然已经解决啦，明仔载我来开始上班啦，免来陪你。哎，我唔管啦，我一个人会惊。安尼你等于报地，甲爸爸接转来住。只要你友好爸爸，秋霞就袂转来找你。 小奶奶，郭老先生带佩佩来啊！啊，您请。你好。郭阿伯，实在想袂到，请坐啦。阿哥。哈哈哈，你拢伫个哦，佩佩啊，你甲婉婉还有冰冰去佚佗啦吼。冰冰，你有想啥子无？想。 倒位想，假想，乱讲，偏仔哪会晓想啦？假想，冰冰，你真讲耳仔是想妈妈的，哪会即马变做想佩佩啊？佩佩，你是安怎拄着阿公的？阿公去阮家遐看我啊？哈哈，我去看佩佩啦，哎，才讲要找阿姊甲弟弟啊，因爸爸无用咧饲啊，行袂开骹。 我只好带伊来啊！拄啊好，阮爸妈昨转台南，才有所在通住。这哪有好意思甲恁叫了咧？莫甲我客气啦，你是冰冰的阿公，我是冰冰的妈妈，我应该甲你当做老爸共款看待啊。
高阿伯，王太太已经走啊，你敢讲袂爱阁加收我一个查某囝心？无咯，这实在是不敢当啦。我哪有这个福气啊？你无感觉安尼对冰冰阁较好心？将来伊读书啊，老师会问伊阿公是妈妈的什么人，伊会真紧就回答讲是妈妈的爸爸。我的家庭真可爱，纯洁美满又安康，姐妹兄弟很和气，妈妈很慈祥。虽然没有后花园，春来秋会常飘香。虽然没有好庭院，冬天温暖，夏天凉。可爱的家庭啊，我不能离开你，你的恩惠比天长。刁夫啊，刁夫啊，阿英啊，奇怪，哪会拢无伫啊？高阿伯来哦。嘿嘿，金毛啊，高阿伯，你拄转来哦？嘿啊，我哦，顺续甲佩佩带来啦。佩佩咧，我来无看到伊。吼，叶家吼叫伊甲彬彬耍啦，啊，我就等下看卖咧。高阿伯，永暗吼，我请你食饭。啊，刁夫是毋是去叶家公司上班啊？是啊，薪水吼，阁予伊足悬的呢，一个月28000啊，算起来吼，比我阁较侪哦。叶家实在有够好的。哎哟，迄落嘛是吼，看着秋海面子啊。哎呦，哪会这么久啊？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是开什么会开这么久啊？人罗太太请食饭，已经敲几啊通电话来催啊。好，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哎，我先敲一个电话给范员呢。你敢袂暗时转去才敲？我这是公司呢。哎，哦，范员啦，哎，我是爸爸啦，你会记住。董事会决定吼，总公司也未转去到台北进前，爱先要这个地，成立车辆的调度厂。啊，还阁有啊，另外吼，你爱找一个较好的职务，互郭调夫。好，我知，我知。好，好，爸，再见。总经理，郭先生来啊。总经理，我来上班啊。代志已经办完啊。郭阿伯转来台北哦。哦，阮爸爸，我唔知影呢。阮太太有打电话来，讲郭阿伯带佩佩起来啊。即马人伫阮兜，你敢要去看卖啊？等下班再讲啦。嘛好，下班了后，咱做伙转来看囡仔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
秀秀，你才做偌济代志就忝啊！查某囡仔安尼，将来是要安怎还价？做啥物代志都爱学，袂用评断。一个家，你唔做，伊嘛唔做，要谁做咧？是毋是整理厝内拢是妈妈一个人的代志？好，就算是我一个人的代志，你嘛爱学啊。有一天，你嘛会做妈妈，到迄个时阵，你搁送嘛送袂出去啊。叫你摕面册，你着甲中央之地切切的。你看，亲像即我看袂到的所在，拢爱切互清气哦。亲像咱洗面同款，莫干那洗中央之地，耳啊，抑个红棍啊后壁，拢爱洗互清气。好啊啦，妈，你就是爱洗洗念。妈讲你两句，你着嫌啰嗦。等有一天我袂甲你啰嗦的时阵，你着艰苦啊。妈，我还有足侪代志袂晓做，你为啥物着安尼走啊？搁较艰苦，搁较忝，我拢无要紧。我敢若想要听你哪念哪教我。妈，我实在是足想你的，妈。秀秀啊，婉婉打电话来，你去我房间听。多谢阿嬷。阿公。哦。喂。婉婉，你伫倒位？我伫冰冰引导。你什么时阵去冰冰引导的？早起就来啊！阿姊，我甲你讲哦，佩佩来台北呢。佩佩伫倒位？佩佩嘛伫咧遮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大姊。佩佩，谁带你来的？阿公。阿公？阿公呢？去大块阿姊乡。佩佩。我要讲电话，我被讲了啦，冰冰你慢走啦。喂，喂，冰冰你慢走啦，慢走。喂喂，好意啦，你是弟弟呀？大姐，冰冰，你这三姐陪你算了有好算无？无好，三姐甲我拍。佩佩会拍你哦！拍到足痛。冰冰，你乱讲。阿姊甲伊拍，哈，伊无乖，你上乖。大姐，你莫来说。大姊袂用去，你搁离姐接电话，好无？好，你在接电话。喂，我是婉婉。婉婉，我足想你呢，也毋过我爱写功课，我袂用出去。大姊，我去看你好无？好啊，你要安怎来？冰冰因兜有车，会当送阮去啊。喂，是啊，老板问是我老公啦，是啦。啊？马家，伊驾奥多拜受伤啊！伫倒一间病院，外口。好，我等来啊！神明啊，保佑，佢冇事情，佢有事情我就惨的啦。大姊，我拢无妈妈的相片，所以我就家己画妈妈。有这个心就好啊！以后阿姊会甲妈的相片放大，每一人互恁一张。我妈妈。当然嘛会互你啊。是安怎袂即马就互阮？因为我还袂摕去放大。阿姊，将来只要咱两个有妈妈的相片就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有阿公阿嬷，无新妈妈，就袂要紧。虽然我有新妈妈，啊，毋过伊姓周，我是姓王，
佩佩、东东、冰冰，因拢已经改别人的姓啊，嘛有新妈妈，看到因摕咱妈妈的相片，会无欢喜的。我唔管，我要学大姐安尼。我嘛要甲大姐共款。恁的新妈妈会生气哦，会伫恁无看到的时阵，甲相片烧掉。袂啦，你是北啥？大姐，婉婉讲的，敢是真的？这边安怎讲？迄就要看恁安怎对待恁的新妈妈。我讲的无毋对吼。大姐，我莫回去好无？我要对你。大姐，我嘛要。婉婉，你咧？我当然嘛想啊，毋过我惊伊死去的妈妈会伤心。大姐，你答应互我留落来好无嘛？大姐，我逐工拢揽你和我的布翁仔想你，毋过布翁仔拢袂甲我讲话。阮听袂着妈妈讲话，听会着大姐讲话，嘛好啊。我会当逐工打电话给大姐。大姐，我嘛遐打电话。喂，大姐，就是你啊。我即马啥物代志拢免做，规工吼就是照顾冰冰。遮尔细汉较好带，啥物咧好带？哎呦，以前的囡仔哦，甲即马的囡仔就是无共款。即马的囡仔加真巧哦。较早我带冰冰的爸爸，伊是遮乖的呢，冰冰都无共啊。你看伊听我的话，一月头就走去斗啊！啊，这3岁外尔呢？3岁囡仔哦，你莫看伊安尼哦，已经会看人面色啊。伊伫咧阮少奶奶的面前，着妈妈妈妈叫甲遮亲的哦。暗时吼，着偷偷啊叫妈妈，佫会哭呢。哦，是叫倒一个妈妈？当然是死去的妈妈。伊有时阵哦，佫会念出来，讲吼是妈妈无好。你看有偌正哦。天性。唉，毕竟是母仔囝。爹哋啊，咱小舅还佫袂歹，已经大汉啊。你无看到伊桌仔顶的小花苦心，无可能放袂记。妈妈已经安排好势啊，每一年，冰冰因兜的人会出面，互恁兄弟姊妹见面一家。到时阵，恁斗阵去墓地来看爸爸妈妈，莫互爸爸妈妈看你，安尼我就足满足啊。人生的变化是足大的，不管恁伫咧倒位，心内唔通袂记咧，爸爸妈妈永远惦惦倒伫遐。等你看，恁一个一个大汉，一个一个变做社会上有路用的人。秀秀、东东、婉婉、佩佩、冰冰，上思念恁，上爱恁的妈妈，老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喂，是。哦，老太太啊，我知，你是佩佩妈妈。嘿，佩佩伫我家啦。啥？因爸爸出代志啊？伤感有严重无？好，阮一定会想办法互伊转去。袂啦，再见吼。是迪山卡来是？
是佩佩爸爸骑乌多摆摔着伤啊，因打电话去业家，知影佩佩伫遮，爱佩佩赶紧转去。大人着伤，佩佩转去哪有啥路用啦？是啊，佩佩因妈妈爱照顾因爸爸，佫爱照顾佩佩。也毋过因妈妈催佩佩，爱伊较早转去啊。我袂走，我要甲阿姊做伙。是恁阿公带你来的，就是毋转去，莫甲恁阿公讲啊。阿嬷，我来囥伊，你住喺外口等阮。好。佩佩，阿姊要生气哦。阿嬷甲你讲话，你哪会安尼生咧？我无想要离开阿姊嘛。我甲你讲，你跋倒啊，别人甲你扶起来，你是毋是爱共说多声？爱。有人请你食物件，你是毋是爱共说多声？爱。冰冰，啊无人问你啊。人照顾你遐尔久，互你食，互你穿，买物件互你，互你读书，上可贵的是，因甲爱心互你，所以你才叫因爸爸妈妈。今嘛爸爸出代志啊，你哪个无转去看伊咧？因敲长途电话来台北，就证明因足爱你的。为什么因袂敲电话互别人咧？台北有遮尔侪人，为什么敢若甲你讲？因为你是因的查某囝啊。听大姊的话，转去看新爸爸。啊若无，咱的妈妈嘛会无欢喜哦。佩佩，你去甲妈妈讲，讲你要转去照顾新爸爸。妈妈，我听阿姊的话。转去照顾新爸爸。佩佩啊，阿公带你转去登山哦。你阿公再见。乖，再见。顾生，你看是毋是叫业家塞车送恁过去？啊，唔免啦，我无想要共麻烦。刘教授，你唔知，业家人哦对我愈客气哦，我这颠倒愈歹势咧。人会当替我的后生找一个头路，已经真好啊！假使啥物代志拢去共麻烦，人会认为讲收养一个彬彬，古树下的情分，甲后头厝的情分，永远拢行袂了啊！这是特别的状况，甲一般的情形无共啊！我是想讲，恁两个人爱坐公车、坐火车，爱搁转客运，伤忝啊啦！无要紧啊，阮会当来，就会当转去。阿公，咱会当打电话给赵哥哥啊？会对啊，赵敏这个囡仔真热心啊。也毋过，伊还阁上课啊。问看卖嘛，若是无课，就会当走一撮。英姐啦，牛阿公，伊即摆人是啥物所在？哦，伫大哥阿姐因兜哦。好，我马上来哈。牛阿公，再见。妈。我要送我阿公甲佩佩去德山一撮。你搁要走？我看你半年外进前摕古树下搬一间厝，你就变做因兜的司机啊？对，我是免钱的司机，为着5个可怜的囡仔，我会继续做落去。你赵敏啊！妈，你莫甲我阻挡，我已经想好啊。趁我即马个少年，我要做一寡该做、会当做的代志。赵敏啊，你给我转来！妈。赵敏，赵太太，少年人会当亲像赵敏安尼，已经袂歹啊，应该感觉安慰。伊主读袂好势，我阁感觉安慰哦。伊迄寡同学，包括彭守谦，都足认真的，准备一个毕业就考入学，啊伊咧，伊真好啊，伊真有爱心，是即马社会上较需要的。你讲因同学真用功，安尼我要请教你，读书读到尾啊。读到博士，名利双收，又搁安怎？伊敢会老，敢会死啊？照你安尼讲，做着莫读啊！
读啊，赵敏伊嘛无及格。这读书就是爱人明事理，明事理就是卖自私。今嘛这个社会自私的人伤多啊，赵太太，你是唔通互赵敏行着自私的路啊？你是安怎？颠倒甲我教死？哎呀，我只不过是讲讲的尔。我不爱听。我已经讲啊。老妈，以后你上好莫对我讲这种话。我这个性地做袂到。你唔对啊！你要认好清楚，我是头家，你是我请的。我妈保昌这世人，就敢若做唔到一件代志。开火车的时阵，无说你甲王明弄死。对迄年开始，我甲赚来钱，拢来救济因。即马王太太已经死啊，5个囡仔嘛拢送互条件真好的人来照顾，因已经无需要我的帮忙啊。我的心内嘛无啥物负担。从今以后，我老妈嘛无准备要踮台北趁食，你家己保重。老妈，你先转来啦，等好好参详，咱实力才拄啊做起来呢。师傅啊，安怎啦？是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对，以后你得好好替头家娘照顾生理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头家娘啊，阮师傅又无要做啊哟。伊无爱做，我有啥物法度啊？啊，头家娘，你搁要做无哈？废话，我唔做想做啊。嘿，头家娘啊，有一句话叫做福不相至，祸不单行啦。是啊。嘿，我甲阿琴嘛讲好势啊，我嘛要实习，无要做啊。你嘛不爱做啊？是啊，我无爱一世人替人做事，我嘛要去做头家娘啊。你要做啥物头家娘啊？我要甲倒下结婚啊，安尼就用个做伊车厂的头家娘啊。头家娘啊，我即摆技术已经有啊，我嘛有欠一寡钱啊，我家己要开汽车修理厂啦。你较早就对我袂歹啊，假使你的车发生车祸，你会使去我遐修理啊，我甲你拍折。呸！我车架袂歹，就是歹去我嘛袂互你修理。周阿姨，转来啊。周阿姨，拄则有3个查甫人带一个警察要来找你。因讲你骗因的钱，过去阁唔害，支票阁跳票啊！多谢你，我知啊。周阿姨，到底是安怎？其实我嘛是受害者，我互朋友骗去啊。假使我若互人掠走，我是要安怎？王太太临死之前，我捌再三甲伊保证过，我会好好对待婉婉，照顾婉婉。想袂到伊才死无偌久，我就出问题啊！袂用的，我爱尽一切办法。周阿姨，周阿姨，你欠人偌济钱？数目确实毋是真大，我用个找阮爸爸，甲你斗3工。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会晓解决。也毋过，万一你去互警察抓去啊，婉婉是要安怎？欠钱是民事，属于告诉乃论罪，要关嘛无遐尔紧。也毋过支票是属于刑事，随时拢会去互抓去。将思
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妈妈，哎，佩佩啊，你回来啊？阿公伊嘛来啊？哦，阿公，你嘛来啊？多谢你甲伊送回来哦。老先生想要安怎？哦，摔到头壳啦，去检查搁好加载，无脑震动哦。哦，啊，伫倒一间病院啊，我来甲看。哦，已经回来啊，伫个房间内啦。佩佩，爸爸，佩佩，爸爸差一点啊，都看唔到你哦。是的啦，是我唔好。哎呦，这无怪你，拢爱怪爸爸无听你的话，骑车骑了伤紧啊。爸爸，是我唔对啊。佩佩，嘿嘿，老先生，你爱好好休困，莫插伊吼。我前时吼受伤了后啊，逐工吼伫咧思念佩佩，叫佩佩，我急甲无法度，只好打电话去台北啊。是啊，若毋是赵敏甲阮送哦，阮即摆也袂当回来咧。多谢你哦，张先生。莫客气啦。小琪啊，你去看佩佩啦。我来看卖咧。佩佩，你摕是要创啥？我要互爸爸的，若较早摕互伊，爸爸就袂摔破头啊。你哪会想到要买安全帽咧？爸爸伊无这种帽啊嘛。你既然买啊，哪会无马上互爸爸咧？后个月是爸爸的生日，我想要互伊欢喜啊。好佳哉，伊伤了无介严重，你即马互伊，伊嘛是足欢喜啊。佩佩，出目开。爸爸，等你的伤若好了后，骑车拢爱戴安全帽啊。佩佩伊乖，佩佩你做好诶。我甲恁妈妈结婚20年，恁妈妈拢无想到替我买安全帽。你即马心肝内只有一个佩佩。佩佩啊，你是要去倒哈？爸爸食药的时间到啊！12点嘛，起来食药啊！也是佩佩上好，恁妈妈讲要叫我，结果伊困到敢若地母共款。佩佩啊，
多谢你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安怎骂我弟母啊？哎呦，迄是讲互培培听的啦。哼！你受伤了后，我规暝拢唔敢开目睭呢。哈？佩佩要侍候你，你讲要互佩佩侍候你，讲要联络感情，我才假困的呢。你真甲异想。啊，不过你无应该骂我。你即马骂我一声弟公，那呢，唔着无代志啊。哼，弟公。弟母，弟母，弟母，弟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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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母，弟母，弟公，弟母，弟公，弟母，弟母。东东，你拜托平阿姐。早互我的批，我已经收到啊！你千万唔通伤过悲伤，我感觉你足坚强的，真正是咱王家的大汉囝。你即马真了捌代志，我想妈妈的录音遗言，我应该爱讲互你听，听了以后好好保管哦。秀秀，东东。婉婉、佩佩、冰冰，我是妈妈。聆听到妈妈这段话的时阵，妈妈已经走啊，去找恁爸爸。恁莫伤过艰苦，因为恁即马过了足幸福的。爸爸甲我对恁并无尽着偌济力量。只是甲恁生落来，真正互恁一世人袂用放袂记的，是恁即马的阿公、阿嬷、甲爸爸妈妈，因甲恁请养，恁才会长大成人。恁来答应我，即马做一个乖囡仔，大汉了后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有效恁的是大人，报答因的恩情。人拢会大汉，恁大汉了后，嘛爱结婚生囝，兄弟姊妹想要斗阵，无得靠足困难啊！水牛，阮妈死啊！你敢知影？水牛，我讲话你敢听有？水牛。你若是听有，你就叫一声。水牛，阮妈是一个好人，伊无应该死的。是安怎？有遐尼济歹人，搁好好活咧，偏偏是阮妈死咧。阮妈上疼阮，上爱阮啊！伊毋捌害过人。阿公讲，妈妈的心肝。就亲像菩萨同款，菩萨是好人，是安怎？好人哪会遮短命咧？妈，妈，妈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哎呦，东东的物件，你莫乱叮当啦！哎，头拄东东吼，听录音带以后吼，都安尼失魂落魄撞出去啊！我甲叫伊嘛无爱插我。
我当然来检查一下，这内面到底是咧讲啥呀？奇怪，哪会拢无声啊？哎，你到底是会晓啊，袂晓啊？万一若用歹要安怎啊？哎呀，那是歹去哦，我都赔一个新的嘛。妈，恁伫我房间内创啥货？恁爸爸吼要检查你的录音带啦。妈，哎，东东啊，那拢无声啦。哎，赶快无声啊！哎，是不是歹去啊？哈！东东啊，歹去就歹去啊，不要紧啦。恁爸爸答应哦，要赔你一个新的啦。爸，你甲阮妈留互阮的遗言洗掉啊啦！啊！你看卖咧，叫你莫乱用，你就是唔听啦。这声好啊吼！哼！哎呀，无你叫我要安怎啦？哎，你即马吼，就是赔10个录音机拢无录用啊啦。哎。妈，我想要去台北，甲阿姊回信咧。好，爸爸陪你来去，我来甲恁姐姐解说，你无唔对啦。爸，我想要一个人去。哎，东东啊，妈妈陪你去好无？好啦，你要一个人去哦，就一个人去啦。哎，你加摕一寡钱，予东东哦，早伫身躯顶啦哈。大姊，请你原谅我。东东，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姊，我唔对啊，我甲妈妈的录音洗掉啊。阿姊，你拍我，你骂我，你安那处罚我，我拢接受。东东，你起来。东东，你哪遮尔那无注意咧？毋是阿姊要责备你这件代志，你是一个查甫囡仔，将来要处理足多代志的呢。假使你若自细汉就这尔那无认真，你以后是要安怎咧？阿姊，我以后会说你的。对这件代志，你应该学到一个教训。不管什么代志，拢要真注意。假使若唔对啊，就无办法挽回啊，知无？知影。好啊啦，你免艰苦啊。啊，不过，咱无法度搁听到妈妈的声。你迄块录音带是我搁录一届互你的，妈妈忽然迄块录音带搁伫我遮。敢有影？阿姊，你敢袂当搁录一块互我？好啊，也毋过你要好好保管哦。前几工啊，阿公带佩佩来过，后来因为佩佩新爸爸受伤啊，阿公陪伊转去德山啊。阿公什么时阵会转来咧？伊无讲。弯弯咧？弯弯甲冰冰，因拢捌来我遮，因来了拢无想要转去。阿姊，我嘛是安尼想，不过
我阁唔敢甲你讲，我惊你会骂我。妈，阮即马东一个西一个，就是要团圆做伙，就是要过以前的日子。妈，你敢会稳准阮安尼生做？东东，你敢愿意缀阿姊食苦？愿意，只要咱大家会当搁转去迄个狗仔收住，啥物苦我拢愿意食。行，咱来去找大哥阿姊，讲咱要转去狗仔收。秀秀，我甲你讲，恁妈已经死啊！这已经唔是恁兜啊！阿金，小心给我，摕来啊！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